核心客運佇咧台南轉運站舉辦推廣促銷活動，請來辣妹跳舞，亦影響民眾宣導。現在只要登錄 T-Pass 會員，當場就送100塊坐車優惠券。若是使用電子支付買票，佫加碼送50塊。也才有過這個加碼方式，會當增加5%的運量。馬上登錄呢，我們就可以來贈送呢100元的這個折價券，那民眾馬上就可以來購買車票，馬上即省下100元。那這個呢，還另外核心呢，全台首創呢 APP 能夠來使用電子支付購票，那民眾更省時便利。那除了這個以外呢，我們再加碼在12月1號到12月14號呢，只要會員核心會員使用這個電子在 APP 使用電子支付或電子票證的購票，我們隔日馬上送這個電子折價券50塊，讓民眾搭車呢更輕鬆。交通部新推出 T-Pass 2.0 Plus。公共運輸優惠政策，新增加中長途國道回饋，針對摕電子票證，或者是使用電子支付，每個月搭乘中長途國道路線2階以上，票價拍86折；每個月4次以上，票價拍到7折。2.0 Plus 這是針對長途的國道客運路線，好，它只要是2次以上就可以有回饋。好，你如果在1個月當月搭乘2次，好，一般大家都可以，符合這樣的條件，就是有去有回，就是打85折。中央呢，交通部跟地方政府都對公共運輸的推動不遺餘力，希望不是只有你常常搭的人可以享受優惠，所以T-Pass 2.0的概念就是只要門檻非常低，只要你搭2次以上，它就會給你這個85折到7折之間不等的回饋，所以其實門檻非常低。那從12月1號開始又要上路國道客運，也可以來加入這個回饋的優惠哦。那我想，這個台南市民，如果你沒有那麼常在搭，你只有偶爾搭，其實加入這個2.0就可以享受優惠哈，地區的。那如果你未來要搭長途的國道客運，這個登錄之後，可以享受2.0 Plus 的優惠。這波加碼活動，希望會當吸引更多旅客，會當選擇國道客運通勤甲運用，會當讓民眾坐愈坐解，車票就愈便宜。同時嘛，會當幫助客運業者增加載客率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